主后2026年4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看即个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19章第1到3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书第19章。后来，比拉多叫人带耶稣出去用鞭甲伊拍。遐兵用刺仔编一顶王冠，甲伊戴伫头壳顶，佮甲伊满一领紫色的长袍。因活去对伊讲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然后甲伊献喙皮。比拉多搁出来外面对遐犹太人讲：“恁看，我带伊出来互恁。”互恁知，我查袂出伊有罪。耶稣就出来，戴刺仔的王冠，满紫色的长袍。比拉多甲因讲：“看，即个人。”祭司长甲圣殿的警卫看到耶稣就大声喊：“甲顶十字架！甲顶十字架！”比拉多对因讲：“恁家己甲伊带去顶十字架，因为我查袂出伊有罪。”遐个犹太人应讲：“阮有律法，照律法伊应该死，因为伊封家己做上帝的囝。”比拉多听到因安尼讲，就愈惊。伊搁入去总督府问耶稣讲：“你对倒位来？”毋过耶稣无甲伊应。比拉多对伊讲：“你毋甲我讲哦，敢毋知我有权通放你，嘛有权甲你顶十字架？”耶稣应讲：“若毋是上帝赐你权柄，你无权通办我，因为安尼甲我交互你迄个人，伊的罪搁较重。”比拉多听到即个话，愈想要放耶稣。毋过，遐个犹太人一直话讲：“你若放即个人，你就毋是罗马皇帝凯撒的朋友。无论什么人封家己做王，就是背叛凯撒。”比拉多听到这个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家己坐伫审判室，迄个所在叫做普照地，希伯来话叫做加巴代。迄日是搬过节的前日，时间差不多中昼。比拉多对遐犹太人讲：“看，恁的王。”因就话讲：“互死，互死，甲顶十字架！”比拉多对因讲：“你爱我将恁的王顶十字架哦？”祭司长讲：“凯撒以外，阮无王。”后来，比拉多将耶稣交互因去顶十字架。耶稣出来，背家己的十字架，来到迄个叫做头壳碗领的所在，希伯来话叫做各各他。因伫遐甲耶稣钉伫十字架，以外有2个人甲伊做伙顶，一边一个，耶稣伫中央。比拉多写一块罪状，钉伫十字架顶，顶面写：“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”有真侪犹太人读到罪状，因为耶稣互人钉十字架的所在，我近耶路撒冷，个罪状是用希伯来文、拉丁文、希腊文写的。犹太教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讲：“毋通写犹太人的王，着写这人自称我是犹太人的王。”比拉多应讲：“我所写已经写了，无要改。”遐个兵将耶稣钉十字架了后，摕伊的外袍分做4份，一人1份。因搁摕伊的
内衫，即领内衫无角纸顶下织做一块，所以因参详讲，即领莫拆开，咱来抽签看是啥人的。这是要应验圣经的话，因分我的外袍，为着我的衫抽签，这兵拄照安尼做。耶稣的老母、伊的阿姨基路巴的某玛利亚，甲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拢徛伫耶稣的十字架边。耶稣看到伊的老母，佮看到伊所疼迄个门徒徛伫边仔，就对伊的老母讲：“阿母，看你的囝。”后来，伊对迄个门徒讲：“看你的老母。”对迄时起，迄个门徒甲耶稣的老母接转去因兜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一切的代志已经完成，为着要应验圣经的话，就讲：“我喙焦。”伫遐有一个缀满酸酒的盘，因就用海绵浸酒，把伫牛膝草尾涂到伊的喙。等了后，耶稣讲：“完成啦！”讲了，头搞落去，气就断。迄日是拜五，是避难日，因为隔日是特别的安息日。犹太人的领袖为着无爱伫安息日留身尸伫十字架顶，就求彼拉多甲人讲断刑罚者的骹骨，通将身尸收落来。遐个兵就去，将甲耶稣做伙钉十字架头一个甲另外一个的骹骨讲断。因来到耶稣遐，看到伊已经死，就无甲伊的骹骨讲断。毋过有一个兵用枪插耶稣的血下，随时有血甲水流出来。看到人已经有作证，是要互恁嘛信，伊的见证是真实，伊知伊所讲的是事实。这代志发生，是要应验圣经的话，伊的骨连一支都袂讲断。佮另外有一句经文讲：“因为仰望因用枪甲人插的人。”看。这个人，某年的受难周，有一位小朋友好奇在问牧师：“为什么这礼拜有遮济的聚会？为什么大家拢讲耶稣死啊？为什么耶稣爱受钉伫十字架顶呢？那安尼，伊敢还佫会转来？”这个囡仔人的提问，其实已经触及信仰上界深的核心。关系牺牲、受苦、赎罪、甲过活，这耶稣受难的核心内涵，毋领囡仔有疑惑，这个问题是每一位信徒需要用一生思索的奥秘。就算是耶稣的第一代门徒，也捌伫这个奥秘之前，感觉困惑甲挣扎。约翰福音的作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，伫叙述中反复用一个命令式的词看，邀请咱定睛注视耶稣的受难事件。彼拉多查袂出耶稣有任何罪行，要屈从群众的声音，甲耶稣定罪、鞭拍，佮将遍体鳞伤的耶稣带到众人面前，讲：“看，这个人。”伫审判中，彼拉多搁再记着耶稣对群众讲：“看，恁的王。”彼拉多爱群众观看耶稣，因却选择青面，因为因的心早就已经互羞愤、狂热的情绪充满。因唯一的反应
是有声化甲梢声化讲，福死福死，甲顶是假。约翰福音的叙事好亲像一面镜，清楚映照咱的心，提醒咱反思，是毋是捌好好观看耶稣，认真注神看伊。面对耶稣的受苦、牺牲甲割活，咱是毋是真正看见伊的期待？伫主耶稣的苦难中，咱是毋是看见伊对世间人的无尽怜悯？也是咱也亲像经文中迄阵痴迷的群众，互世俗的声音煽动，用正义之名行论断之实，最终活出人生中上丑陋也互上帝上痛心的模样。耶稣的受难是上帝用家己的伤痕，让咱展示伊的疼有偌深，也互咱看见罪的代价有偌悬。假使咱家己拢袂捌互即份极致的疼触动，袂捌深刻认捌即份疼的悬度甲深度，佮安怎会当活出真实的信仰，让人传播即份足以改变性命的信仰种子呢？看即个人，看恁的王，即句跨越2000年的话，今仔日也往你我发声。今仔日是主耶稣的受难日，邀请你去参与一场受难周纪念礼拜，也是开时间详细阅读这段关系耶稣受难的经文，互咱详细思想耶稣所遭遇的一切，深刻认捌伊的牺牲甲割活，搁再次委身伫伊的疼内面。默想耶稣的牺牲是为着甚物？伊的受苦对我有甚物意义？耶稣的牺牲是为着甚物？伊的受苦对我有甚物意义？咱做伙来祈祷，甘愿为众人伫十字架顶舍命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用无尽的疼甲怜悯来疼我。伫你的受难日子，我恳切来到你面前，求你互我更较清楚看见你的疼，不只带来平安，搁带来塑造甲改变，互我无搁再只为家己得活，更较会当用有限的性命荣耀你，见证你的大能，吸引更较侪性命转向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